希雲好鍾意讀書，仲考第1名添。不過1個月嘅學費就要大概港幣30蚊，呢個數目對希雲一家嚟講實在唔容易負擔。由於太耐冇交學費，希雲已經冇再返學啦。以前考第1嘅佢，只能夠留喺屋企溫習舊嘅課本，同埋走去學校嘅班房外面，默默咁旁聽學習。我今年12歲，讀到小學4年級。我嘅志願係成為律師或者醫生。我希望將來可以令屋企人生活得好啲。希雲佢好好學又勤奮，前途本來係無可限量嘅，奈何唔能夠繼續返學，令佢嘅前景畫上咗一個問號。邀請你今日成為助養者，幫助好似希雲咁樣嘅貧困小朋友得着生命轉化嘅機會，等佢哋有溫飽、有書讀，喺愛同埋保護之中健康成長。由即日起至到9月30號，你每助養一位小朋友，佢嘅社區仲會獲得額外嘅教育資源。請即成為助養者，幫助更多小朋友有機會接受教育。